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4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创世纪30章25节到43节，使徒行传第3章17节到2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作为。伫生活中，咱总是会有期待啦，总是咱会望讲风调雨顺啦，逐项代志拢真如意啦，一路就亨通啦，但是咱上面咱嘛知影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，因为咱知生活顶悬总是有所阻挡，会有困难，无可能一帆风顺。但是就亲像真的牧者真爱提醒兄姐，伊讲虽然有困难，但是咱有主耶稣，通好成做咱的倚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伫咱无法度料想到的代志顶悬，上帝总是有伊的安排甲伊的时间。咱的教会最近伫建堂的事工顶悬嘛，阁领受到上帝特别的恩典。咱知4月初3，花莲7.2级的大地震了后，教会同工兄姐开始一直咧讲论一项代志，就是讲遮尔大的地震，万一咱的旧的厝还未拆掉。迄就是咱拄开挖落去，挖地机伫南土内底拄着遮尔大的地震，会发生甚物代志？这原因是因为开工的许可一直延前，这个延前看起来是拄好尔4月初3，阮原本就约定好要甲承包商去到因的公司来参访。要来召开协调会，工程的单位因表示，开工的许可有可能搁再延10天左右，是毋是要将这个基础开挖的感恩礼拜来延后？我听了考虑了，我就回答讲，既然日子拢定，嘛拢宣布同工嘛拢半时间要参加，就照时间来举行。虽然伫4月初8的暗暝落一阵足大阵的雨，大雨，当日也拄着小小一阵的阵雨，但是基本上天气算袂歹，无日头，也无安尼落甲挡袂牢。阮阁有机会伫迄个教会基地，伫遐来解说讲开挖的地界伫倒位，并且阁会当做伙来翕相，互阮再次来深深体会，无论是透风落雨、出日头，拢是上帝的作为。阁较神奇的，就是讲，本来讲要延后嘛，上帝搁一间，互阮体会到伊的作为的奇妙。因为阮伫这个4月初9的感恩礼拜的假日，就是4月初10的下昼，新北市政府的工务局就审核通过阮的开工许可。昨日的经文中间，咱有提到着这个坚定的信心啦，雅各就是一位亲像安尼信仰的前辈。就算是伊拄着伊的阿舅的欺压，伊犹原坚定相信的作为，上帝的作为甲保守。咱伫创世纪30章25节到43节的经文，咱看到雅各甲拉班来谈判，拉结生约瑟了后，雅各对拉班讲，请互我倒去我的故乡，嘛请你将我服侍你所应该得的某囝拢互我，互阮倒去。
我按怎出力服侍你，你拢知。老板佫甲伊讲，你若看我有够重，请继续甲我住，因为我对卜卦知，上主因为你的缘故有赐予我。伊佫讲，请甲我讲，我着互你偌济工钱，我就互你。我佫就甲伊讲，我安怎服侍你，我安怎照顾你的精神，你拢知。我还袂来以前你所有的真少，现在加添真济。我无论去倒位，上主拢随咧甲你祝福。伫时我才会当为着我家己的家庭建立家业。老板讲，我着什么互你？我佫讲，你什么拢毋免互我。有一项代志，你若答应，我就由原来固守饲你的羊群。今日互我顺你所有的羊群，将绵羊中间有点有斑的甲乌色的绵羊仔，以及山羊中有斑有点的，拢分出来做我的工钱。以后你来看所得到的工钱。若山羊无斑无点，绵羊母是乌的，就算我头的，用安尼来证明我的诚实。老板讲好，照你讲的。迄日，老板就将所有斑点条纹的山羊角、有斑点的赤白色的山羊母，以及乌色的绵羊仔，拢分别出来，交互伊的囝。伊互家己甲雅各3日有3日的路程。雅各就去顾老板其他的羊。老板摕羊树、杏树，雅各摕即个树，甲饭树、青佮软的话，剥一部分的皮，互内面的白色条纹露出。伊将剥皮的话插伫羊在啉的水沟甲水槽，互因甲羊相对。羊来啉水的时，公母来交合。羊伫话的对面交合，就生有斑、有点、有条纹的。雅各就将绵羊仔分出来，互因面黄老板有条纹甲乌色的羊。伊将家己的羊另外放伫一个所在，无甲老板的羊连插。臃肿的羊交合的时阵，雅各就用树蛙插伫水沟内，互羊面对树蛙交合。毋过消散的羊交合的时，伊就无插树蛙。安尼消散的归老板，臃肿的归雅各。对安尼，雅各非常好业，有真济的羊群，女婢、仆人、骆驼甲牛。伫咧面对真敖欺骗的阿舅老板的时阵，雅各所倚靠的却是迄个看袂到的上帝啦吼。咱知影伫新约彼得甲使徒因伫圣神降临节了后，勇敢甲公开伫耶路撒冷传福音，宣讲着耶稣基督国外的见证，这本身就是上帝特别的作为。彼得伫使徒行传第3章17节到26节对证人安尼讲：兄弟啊，但我知恁甲恁的领导者安尼做，是因为毋知。上帝有通过众先知的喙有言，伊的基督在受苦，这个代志果然应验啊！所以着悔改来归向上帝，通互恁的罪得到撤销。安尼主就会赐恁更新的日子，佮找见早就经好势的基督耶稣来。照上帝通过古早圣先知的喙所宣布的，伊一定点伫天顶，直到伫万物复兴的时，
摩西捌讲主，你的上帝要对恁同胞的中间，甲恁任命一个亲像我即款的先知。伊甲恁讲的话，恁拢着听趁。毋听趁即个先知的话的人，会对子民的中间拢甲因消灭。对撒母耳到以后所有传信息的先知，拢有讲起这个日子。恁是先知的子孙，嘛是上帝甲恁祖先所立约的继承人。伊捌对亚伯拉罕讲，地上万族拢会因为你的后代来得到福气。上帝任命伊的仆人，先找伊来到恁遮，甲恁祝福，互恁逐个人活倒转来离开邪恶。耶稣基督救恩就是上帝最奇妙的一个作为啦，吼。借着耶稣基督，上帝兴起着先知，世间人拢必须爱来尊叹，是正先知所有言的。上帝就将伊的救恩运福，赏赐互万民。无信，敢会使呢？诗篇23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半项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到伫清净的水边。伊互我心会快乐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正直的路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的棍、你的竿，互我安稳自在。就伫我的对敌的面前，你为着我来排泄冤赦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款待我做贵宾，天我的杯到满出来。你的恩典之外，一定一世人甲我作伴。我要永远踮伫上主你的厝。感谢主赏赐阮救恩，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。上帝，你施行奇妙的作为，互今仔相信的人拢会通得到永生，袂得到灭无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